Elon Musk 曾經講過，佢整火箭嘅知識全部都係睇書自學翻嚟嘅。世界上面所有嘅學霸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中意睇書同埋有超強嘅自學能力。但個問題就係，點解我明明都買到成屋書，小朋友就係唔肯睇嘅呢？一見到書就想逃避或者係發脾氣，會出現呢個情況，好多時候就係因為家長唔小心做咗一個錯誤嘅行為，摧毀咗小朋友嘅閱讀興趣。今日呢條片呢，我就會由腦神經科學嘅角度教你4個簡單嘅動作，零成本啟動閱讀大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iss Ellie，美國註冊讀寫治療師同埋遊戲治療師。我都有一個6歲大嘅小朋友。如果你對語文學習、親子教養同埋國際學校嘅生活都感興趣，歡迎訂閱我嘅頻道。咁開始講嗰個錯誤行為之前呢，我想大家認識下腦入邊負責學習嘅總指揮官海馬體 Hippocampus。佢最主要嘅功能咧就係1記憶，好似 Save Button 咁樣，將新嘅生字同埋知識傳入長期記憶。第二，學習路線圖，將新嘅知識同舊嘅知識連埋咗喺一齊之後，當你需要用嘅時候咧，就喺啱嘅位置攞翻出嚟。第三，情緒穩定器，調節學習時候嘅情緒，維持注意力。但係海馬體係一個情況底下唔能夠運作正常嘅，就係腦裏邊咧有大量嘅皮質醇。當我哋感到有壓力、緊張同埋會被威脅嘅時候咧，大腦咧就會分泌皮質醇，其實係自我保護機制嚟嘅。但係個問題就係，點解小朋友見到書會分泌皮質醇嘅咧？個答案就係因為佢睇書嘅時候經常被考核。你諗下，你有冇曾經講過以下嘅句子？呢個字點讀啊？咩意思啊？尋日咪教過咯，又唔記得。讀多次，咁細聲，大聲啲啦！日子耐咗，大腦就自動將閱讀同痛苦連埋喺一齊，所以一見到英文書就好抗拒。可能你會話，我都係想佢識啫，咁我唔問住佢，我點知佢識唔識呢？係，但係你真係用錯咗方法。要學嘢學得好咧，主要係睇海馬體係咪運作正常。而滋養海馬體嘅傳導物質就係多巴胺。佢除咗令一個人係開心之外咧，亦都會令人有動機啦，同埋可以維持專注力去做一件事嘅。所以你要小朋友中意睇書，你點樣引導其實係一個關鍵嚟嘅。要令到個過程咧，好似食甜品一樣咁開心。而刺激多巴胺分泌就要做4樣嘢去滿足大腦嘅渴望。第一，激發好奇心，唔好再問呢個字點解，問多啲開放式嘅問題。例如點解嘅？你覺得咧之後會點啊？呢啲問題咧都係冇對與錯嘅答案嘅。好似我之前咧想引導我個女睇呢個系列嘅書叫做《Princess in Black》嘅時候咧，我成日都會停低，然之後叫小朋友咧留意幅畫嘅人物嘅表情啦，同埋叫佢估下之後會發生咩事嘅。例如咧呢一度咧就係講個 Duchess 咧係質疑個公主有秘密隱瞞佢啦，跟住我就問佢啦：你望下佢個樣，開唔開心啊？佢鍾唔鍾意啊？點解佢周圍揾嘅？佢揾緊乜嘢啊？你覺得佢最後會唔會發現公主嘅秘密呢？當你邀請個小朋友去留意細節啦，同埋去估下之後嘅劇情咧，佢就會好想睇落去，睇下自己估得啱唔啱啦。當你帶住問題去睇書嘅時候咧，個腦就會產生多巴胺，令人追住睇嘅。第二，建立成功感。如果你想小朋友睇比佢程度深少少嘅書咧，你可以試下三文治閱讀法，即係你讀大部分嘅句子啦，咁小朋友淨係讀中間1至2句。你肯定佢識嘅句子，例如我女咧睇 Matilda 咧，佢仍然都係會覺得難嘅，因為 Roald Dahl 就係寫嘅句子唔係嗰種好直白嘅英文，係有少少花款喺裏邊嘅。咁所以我會示範俾小朋友睇，究竟呢一類型嘅 fiction 係要點樣去消化啦。一樣啦，我都係會成日停低去分析，點解個主角會咁樣講嘅咧？即係佢一個咩性格嘅人咧？雖然多數都係我讀啦，但係偶爾可能1-2段咧都係佢自己讀嘅。而當佢完成晒呢本書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覺得哇！我同媽媽一齊睇咗一本咁深嘅書，而且我係睇得明，我好犀利喎。咁個腦咧就會分泌多巴胺啦，令佢下次咧都想試下睇比佢程度深少少嘅書。不過咧呢個真係需要家長多少少嘅技巧嘅，因為一不小心咧就會揀得太難啦，所以大家要留意翻。好啦，你話如果本身都唔係好中意睇書或者係語文能力真係弱嘅咧，咁你就要諗一個有趣嘅方法咧，令到小朋友同你一齊睇完一本書。你可以試下用一啲簡單嘅漫畫啦嚟做 paired reading 嘅，就係你同小朋友一人扮演一個角色啦。讀嘅時候咧，要用嗰個角色嘅聲線同埋語氣，留意個語速。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呢一類型嘅漫畫，叫做 Pizza and Tackle， 因為咧佢係得2個角色嘅。咁佢啲用字係好簡單啦，但係咧情節又唔會話太 BB， 係有啲搞笑。咁去到高小嘅小朋友，即係佢哋英文唔係好叻嘅時候咧，佢哋都會中意睇嘅。當成個閱讀過程咧都係流暢同埋開心嘅時候咧，大腦就會分泌多巴胺，激發下一次嘅睇書。第三，自主權。
一定要俾小朋友揀書。佢想睇漫畫 OK， 想睇科學冷知識冇問題，興趣行先，因為我想做先會分泌多巴胺。可能你會覺得梗係睇多次嘅英文小説先至會學到嘢㗎啦，係，但係咧被逼做嘅嘢咧係終有一日會反抗嘅。第一步一定要係佢中意睇書先，跟住之後如果你想佢睇啲深少少嘅書，或者係唔同類型嘅書咧，你就可以用頭先所講嘅三文治閱讀法陪佢一齊睇。仲有就係千祈唔好覺得睇漫畫係冇用，因為咧尤其係去到 IB 高年級，例如你去到 Year 11、Year 12咧，其實係要做唔同類型嘅文學分析嘅，包括漫畫，而且圖像化嘅故事咧係好幫到理解啦同埋思考能力。所以而家我同我女咧睇漫畫都成日會問，點解呢一格0044會放到咁大嘅？你望下佢個表情，點解重複出現咗咁多次嘅？引導佢去思考唔同角色嘅內心戲，對升到上中學咧讀 novel study 係好有幫助嘅。第四，連結生活 make connection， 將閱讀嘅內容同埋日常嘅生活連結喺一齊，係促進海馬體神經元再生嘅最有效方法。例如上次我女睇 Owl Diary 嘅時候咧，裏邊講到其中一隻 owl 叫做 Eva 咧，覺得自己間房好亂啊，但係佢都唔知由邊一度開始執。跟住咧，佢就 make a list 去寫低自己想做嘅嘢，之後咧，佢就覺得好有方向，然後咧就順利執好晒個房間。跟住我就問佢啦：咦，上次你成日都唔記得做功課，跟住俾老師話嘅時候咧，跟住你落咗堂，你都自己 make a list， 然後將佢寫喺個 timetable 度，記得每日要做邊個功課，好似 Eva 咁樣喎。你覺得係咪好嘅方法咧？咁樣去透過個故事咧，去學識同日常生活連結，可以訓練佢嘅反思能力。如果你都想高效悶讀，但係又唔知睇書嘅時候問咩好咧，我準備咗一張提問金句書籤俾大家夾喺本書嗰度隨時用。留言 bookmark 我送俾你。另外咧，我會將原有嘅 Science in Reading 俾家長上嘅英文拼寫課程加入培養閱讀大腦嘅訓練。如果你有興趣深入研究點樣令小朋友識讀識寫同埋培養閱讀興趣咧，可以喺下邊嘅連結睇課程資料，或者先睇我哋免費嘅 Webinar 英文拼寫全攻略。書單我都啱啱更新咗。最後嘅總結就係，雖然生喺呢個年代嘅小朋友競爭係好大，但係記住，一個充滿皮質醇嘅大腦咧係學唔到嘢嘅。學霸咧都係引導出嚟，冇得逼。Elon Musk 都係冇人逼佢整火箭嘅，純粹佢自己好中意，所以有大量嘅多巴胺去鼓勵佢持續地去做呢一樣嘢。由今日開始，試下放低考核嘅心態，睇書咧其實係同小朋友嘅 bonding time。好多時候佢哋冇機會去講佢哋嘅諗法，你都可以透過故事咧去引導佢講出嚟。再行多一步，就係睇書嘅時候咧，試下問問題之前諗下呢句説話究竟我刺激緊多巴胺定係皮質醇呢？希望今集送出嘅書籤可以幫你慢慢養成閱讀導遊嘅思考習慣，而唔再係考官。如果你或者小朋友都有閱讀方面嘅問題，歡迎喺下面嘅留言區繼續討論。鍾意我哋嘅內容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